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12册第4课，我已经大汉。今仔日风风火红红，阿母讲我已经大汉，爱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，做一个认真拍拼的人。同学，咱已经变大汉。虽然还毋是真正的大人，还无真济负担，但是咱爱有家己水水的梦。我已经大汉，感谢老师陪我度过种种的难关。想起咱即马要来分西东，心情有淡薄仔毋甘。我已经大汉。祝福同学会当完成美好的愿望，希望咱过了快乐佮平安，将来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幼儿园、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高职、专科、学院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，做伙来做句。感谢老师陪我度过种种的难关，感谢阿母用心照顾我。